你莫大一叫咩不客栈，侬客栈飞咩话？连顶顶你呢加咸，你呢加咸蚵点炸饼蚵点。炸饼非常的讲纪念，非常的非常的讲纪念。连顶你呢加咸蚵点炸饼，非常的讲纪念。连顶你呢加咸，进它旁边的蚵点炸饼这一边非常的讲纪念，讥笑他。连顶你呢加咸蚵点炸饼非常的讲纪念。讲纪念。要做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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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